好。就大理是店收罗勒，罗勒，敢是多写迄个意思的罗勒？这是多谢啊，哦，罗勒，含这哦，这意思，嘿，无无是共款，意思嘿。嘿啊，因为这是这华语的用法。嘿啊，一开始安尼罗勒，罗勒，哦，哦，好，了解。教育部有收另外一个音，是收罗勒，罗勒，就是我拄则读的啊。哦，罗勒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对吧？罗勒才是这个华语这个意思。罗勒，罗勒，罗勒，互你真罗勒吼。互你真罗勒。还是讲有时啊讲，讲说多些嘛是讲罗勒安尼。嘿，是好，记好啊。干嘛继续？好，阁有赖英雄长老的支持。阁有赖英雄长老的支持。伫今年10月就要来问世。伫今年10月就要来问世。这毋是一件简单的工作。这毋是一件简单的工作。工作这个工作这个词，敢是有定定咧用的工作。因为我事上敢若是听人讲工课较济啦，嘿，系啊，工作好了解。但是讲工作，大家嘛听有啦，而且这是系啊，知影意思。是汉语的用法，我看嘛。嘿，是汉语直接写大理店有工作。哇，大理店无收工作。可能是华语来。系啊，敢若是台华甲教育部有工作。好了解，我们继续。就爱有同心合一的心志。就爱有同心合意的心志。对。才会当完成。才会当完成。完成。好。本来是完吼，第五声。第五条，好。完成，好了解。这本册同时嘛包含公报社推动台语文学的理念。这本册同时嘛包含公报社推动台语文学的理念。我想要问迄个问题，就是迄个同时啊，毋过伫这段第一节，伊是讲同工。敢是这个音？嘿，所以讲这个共一个汉字，啥物是嘛是意思嘛？亲像差不多拢是共同的迄个意思。所以讲这个啥物时阵要读同，啥物时阵读同？我毋知。好，我来记一个，等一个。同时可能嘛毋是台语的讲法。毋过有听过共时，敢有是有共时这个讲法？同工，等一个哦。你若查大理店查，利用这个汉字来查吼，会找着吼，有共时详时同时就这意思。好。所以是大理店是收同时啦吼。共时详时同时。好，哇。好，等一个，我记一个哦。好。好，记好啊，干嘛继续？好。
我真毋望这本册是一个开始，我真毋望这本册是一个开始，希望接续落来。希望接续落来。所以这个什么时阵爱读续继续，什么时阵爱读续？毋知咧，其实伊无哦飘音，我嘛毋知到底是要写，是哦要读继续去续，还是续？哦，所以讲拢有可能。感觉拢有可能。意思嘛是差共款的意思，续甲拢是有接续的迄个意思。第二点有收啦吼，接续、哦，接续。接续拢会使。哦，迄啊接续嘛有收。所以伊要读接续啊接续，我嘛毋知。真因为意思是相款 confusing。的啊。系啊，就相款的意思甲无共的音，好了解。共一个汉字，好，所以拢会使啦。我你要好，希望接续落来，还是希望好，接续落来，拢应该拢会使。好，了解。好，伊会咁继续。伊会引出更较大的效益。伊会引，等下，伊会引出更较大的效益。有更较侪的文学作品会当用教会罗马字、白话字来翻译。有更较侪的文学作品会当用教会罗马字、白话字来翻译。诚做咱台湾人爱读，诚做咱台湾人爱读，佫会受感动的读物还是读物啊？好，佫会受感动的读物。再看觅。无收。无收啊，毋过若是照迄个图架，是写作图架，迄个应该是图布吼。若是照共款的理路来看，其实我感觉无一定啦吼，就是即看你要读白话音还是读册音拢会使。读音还是读册音啦吼，读是白话音。嘿，读物，我感觉拢会使吼。就咱敢若食物、食物，其实是相款意思，嘛是拢有人讲。好，了解。好，安尼好，出版的话，咱继续来读头书，还是你有要想要家己来念一遍？我敢毋免，拄则拢已经念过啊。好，安尼咱来看头书吼。好。赖英雄写的头书。好。小说陈夫人的缘起。小说陈夫人的缘起。曾史总一苏轼做一集。著作的小说陈夫人。曾史总一著作的小说陈夫人。有第一部夫妇，甲第二部亲子。有第一部夫妇，甲第二部亲子。伫1943年得到第一届大东亚文学奖。伫1943年得到第一届大东亚文学奖。我是读册音啦，大东亚。大东亚，对，大东亚。当然，只要是读册音的时阵，拢听起来较正式吼。好，对，大亚，处奖、首奖、奖款。处奖、首奖、奖款。款也是款，第四也是第八条。款应该是第四声啦吼，但是这个应该是有两个音啦吼，款甲款。款对吼。好。款是阮的腔啦吼。款是可才是阮的腔啦吼。
好，阮讲工课，阮会讲工课，空课，阮袂讲工课啦，阮讲空气空气，嘿。对，但是即只个课是嗯课，或者是客，或者是溃吼，拢会使。嗯，但是我记得伊嘛有发的音，我看为什么无写？有啦伫后壁吼。伊就用家己电脑测好，家己电脑是有四个音，卡我就毋知啊。嘿，客就是拄则讲的溃课，嘿，气我就无注意气喙气角吼。气喙气角，扩是就是嗯读册音的读法。嗯，欠客，好，注重修正状况吼。状况，我是用读册音读啦，状况。嘿，伫日本甲台湾拢非常畅销哟。好，伫日本甲台湾拢非常畅销，查一下吼，我好，唔知要安怎讲。当然是一定查无的啦。嘿啊，畅销，嘿啊，台语应该是讲真有销啦。嘿，叫有销，嘿，来，我继续读下吼。好，即个用伫厝大战前的台湾做舞台的故事，即个用伫厝大战前的台湾做舞台的故事，值得台湾人来读，值得台湾人来读，尤其是读咱母语的台语版。尤其是读咱母语的台语版。即个小说上传是用我的丈夫老钟做模特儿写出的。即个小说上传是用我的丈夫老金做钟，有 N G 结尾吼，老钟做CHENG 吼。好了解，老钟做模特儿写出的。日本原名是本木钟个。日本原名是本木真钟。即个钟即个钟字和真假的真吼，是华语共音，但是伫台语是完全无共音吼。嘿，是。钟吼。好。所以我伫遮来甲大家做伙分享即个模特儿的实在甲创作。所以我伫遮来甲大家做伙分享即个模特儿的实在甲创作。小说就是小说，小说就是小说，当然毋是真实的故事。当然毋是真实的故事。是 SIT 吼。是。老钟的本木家，老钟的本木家，原是上平，原是上平。上平就是高山遮康宁道啊。是哦，上平。了解。对啦，托库加瓦耶亚斯德川家康，伊本是上片，啥物我都袂记。是哦。我看，这是啥都袂记。
因老爸姓上平啊。哦，上是啥物？马子哦，马子系啊。上平倒位啊？马自达伊拉西，马自达伊拉，马自达伊拉。我知道伊啦，为什么改姓叫做德川？我嘛袂记啊。我记得最近我咧看迄大河剧都有讲着，我袂记。啊，你的改姓叫做德川。好，原来是安尼。哦，好好。安尼，那等来遮吼。我对头看到上平，想讲，这姓遮高贵的姓。OK，原姓上平。原是上平，上平，上吼，上爱读做上。上是本调，对。嘿，对，上是所以讲本调，嘿。本调第五声，好。有别个音无我毋知，查一下吼。好。这是另外的讲法啦吼。上是即个音的，可能是读册音啦吼。上。较早阮自细汉拢听咧乌上汽水，乌上汽水，所以即个上字是自细汉就学着吼。你听我讲啥？黑松汽水。嘿，是，我知影。乌上嘿。对。啊，这是另外白话讲法，讲钱。钱啊，钱同迄个榕树的钱个共音吼，就是来。系啊。好，来。上平。好，来继续读落吼。好。代是日本德川幕府将军的基本武士。代是日本德川幕府将军的基本武士。嘿，对。当然我嘛毋知啥物叫基本，所以。系啊。好。老爸名本木定次郎。本木定次郎。老爸名本木定次郎。即个田里毋知会使读做定。哦，好。原来是读做田尔吼，田。所以是本木定次郎吼。哦，定次郎，好，我记一个哦。好。所以讲，若是平常生活会使讲去停车。对，好，记好啊。好。老母喜代。老母喜代。经排行第六。经排行第六。1898年10月20日伫东京出世。1898年10月20日伫东京出世。出世也是出世，出世，出世第三声。出世，出世，出世是较常安尼讲啦。出世，我是毋捌听人安尼讲。了解。所以讲嘛是即个汉字有无共的读音嘛，安尼。出世，出世，有人读出世啦吼。嘿，出世啊，咁我意思是无共呢。出世，出生的意思。出去世间什么意思？我毋知。系啊，我嘛毋知。所以，嘿，你若讲出生诞生爱讲出世。出世，对了对。出世啦吼。系啊。出世。出世。这个人当时出世吼。当时出世。拢是讲出世。好，我记起来。热莲花出世吼。
会出事，意思是胎儿颠倒头生，自然会出事。好，了解，出事，好，记好啊，自然会出事。自然会出事就真危险啊。系啊，迄个懒散，敢是安尼讲，懒散，懒散，困难。困难，嗯，懒，哎，懒好，拢是这个吼，毋是嗯，是 LAN 吼，毋是系啊，毋是 LAM 吼。无系啊，无合顿，嘿，嘿，懒对，懒吼，懒，和蓝花的蓝的发音相关。会，嘿，对，我一个职工吼，阮嘿，职工嘿，吼，嘿，叫做丁兰吼。丁懒，嘿，哦，所以伊的汉字有人写伊的名，有人写做丁兰，有人写做兰花的兰安尼。哦，哈哈，嘿，所以讲，哦，所以讲，倒一个是正确的，应该是迄个兰花的兰正确。兰花的兰，嘿嘿嘿，嘿啊，但是慢慢，大家都讲，因为我的阿公，我的嘿，职工吼，阮嘿，阿公姓詹啊，阮老爸姓邓。嘿，阮阿公嘿，伊叫做曾丁来，詹丁来，嘿，丁来去。丁来，哦哦哦，来，呵呵，伊即讲叫做丁贵，贵气。丁贵，嘿，哦，呵呵，三只讲叫丁兰。大家丁兰，讲哦，丁来三个后生，丁贵一个后生，丁兰无嗯，后生。哦，嗯，因为阮三只讲都无后生嘛。哦，呵呵，其实了解，伊的名是叫做兰花的兰，才写做这个。哦，嘿嘿嘿，这个兰，我较早上课的时候，真看到人家伊的名写好，来写一个兰，哎对啊，就同音嘛。嘿啊，哎，了解，好，嗯过来，我看多少袂记。哦，嗯，顶有阿兄三人，顶有阿兄三人，阿姊两人，阿姊两人，下有小弟两人。下有小弟两人，嗯，嗯无问题哦。无问题，前第5号的时，种第5号的时，有一暗对老爸伫东京新乐板散步。有一暗对老爸伫东京新乐板散步，新乐板 SIN 吼。哦，新乐板，毋是 SEN 区吼，你读做 SEN 区。嗯拄好拄着救世军，拄好拄着救世军，三色军兵伫路边咧报道。三十军兵伫路边咧报道，嗯，OK 吼。好，无问题，迄暗因老爸深受感动，迄暗因老爸深受感动，就安尼决志信主。就安尼决志信主，感动应该爱迄个感爱合顿对无？感是，动，好，好，了解，好，KAN。了解，无问题啊，这是本木家接受福音的开端。这是本木家接受福音的开端。整伫1902年5月18日，整伫1902年5月18日，领受幼儿洗礼，领受幼儿洗礼，嘛开始读主日学。嘛开始读主日学，伊穿目镜，伊穿目镜，行2点钟的路，才到教会。
哇，也2点钟的路才到教会。数年来拢毋捌发色。数年来拢毋捌发色。来，敢若较看一个较发色即个词。发色，系啊，就有嘛是伫句来发色，吼，嘛是吼。哦，有呢，发色，诶，第8条呢？哦，是第8条哟，发色吼。系啊，系啊，出色，主色啊，歹势，应该是色。主色，哦，好，发色，好，记一个哦。哼。你睇一下，也未记好。好，查一下即个游离，应该是游离，可毋知是幼离还是游离吼，啊查看觅吼，我拄则学袂读啦。好。哦，所以是幼离吼。幼离。好，我嘛记一个。幼哦，本调第3条，幼离。好，对吼，就是迄个平常讲幼稚园，嘛是即个幼。好，了解。幼离细粒。我查一下即个。你讲。哦，我拄也是讲，我要咧记迄个幼离的声，所以讲等我一下。好。好，记好啊。你拄则讲你要查啥物？我查一下即个你本事要安怎读。哦。好。我要安怎查咧？有一个较有名的人叫做本木。应该毋是这啦吼。Type of land not used in maps。红梅岬，敢真正读红梅？红梅、摩多梅，敢若拢会使吼。摩多梅，红梅。好。好。来继续读吼。好。前伫中学院就读青山女学院中学部。前伫中学院就读青山女学院中学部。即个直吼，头前应该是读做直啦。哦，直可能无解。是要安怎写？迄个直 TIT 第8声。哦，直哦，好，我来记一个 TIT。直敢会使？我嘛毋知。系啊，应该是直，你讲的是对的音。直吼。直嘛有哦。有哦。应该是较罕咧用即个音吼，感觉大家讲拢是直 TIT 即个音。德语。德语。德德语。不。
不得不，不得不啊。哦，得着，毋过你看迄个解说吼，顶悬有一个得着，伊就是得通，拢是就是用 IT 即个音，系啊，系啊，就是得读着，得嘛会当当做得着的意思啦，所以哦，原来是安尼，我想真 confusing，可能就是一共通的音向，读册音，一个本哦，读迄个一个是白话音啦吼，但是我嘛毋知对一个是，系啊，伊即个得拢会使吼。好。毋过安尼，若是较侪人是讲得即个音，就讲得着好啦。连到这我较常听到得失，得失，但是讲一摆，得失个意思个无含去遮即个意思，可能个无介像吼。得失是你去得罪什么人？是即个意思哦。我完全毋知影有即个意思呢。安尼哦，原来讲得失的是就是得罪吼。原来是安尼，我来记起来。你即个就甲迄个甲华语的意思差遮多呢？嘛有啦吼，华语嘛是得甲失嘛是有啦吼。毋过我是讲华语无得罪人即个意。即个是台语才有诶吼。所以讲我是感觉即个意思甲就是真无共。嘿，讲去甲得失着安尼，就是去甲得失着，去甲冒犯着，去甲伤得罪。原来是安尼。所以讲，伫即个词得失是即个意思诶时阵，就爱读得失，袂读得失。对，读得失的意思就是你去甲得罪啊吼。得罪啦，华语叫得罪啦吼。但是台语讲得失较侪啦，当然个读得罪嘛，应该会使。我查看下。了解。哇，好，今仔日新学着即个词甲意思。得罪嘛是会使吼，伤害着人的感情吼，得罪请包含，较得罪互我过咧，得罪着伊。但是讲得失是较，我感觉是较平常时白话的讲法。因为得罪听起来就较严重、较正式一出啦。了解，好。较正式的讲法得失是平常时讲白话定安尼讲，去甲得失着，你毋通讲得失着安尼。即个毋通得失人吼，不要伤人。了解，好。足趣味。对，即只讲。得到奖学金嘛吼，所以应该是奖学金得到好。好，来我继续读咧吼。再进入，即嘛几点啊？袂记时间。对吼，10点呢。你感觉我去接你的查某囝？11点。好你好，了解，好。安尼无咱就读到遮啦。好，真好。到遮。好，礼拜再继续来读这本。好。我感觉读汉字有时有无共的得着啦吼。系啊，亲像迄个得失，就今仔日头摆学着诶。好，来。